家好，歡迎收睇呢個 channel。相信湖人球迷都睇到今次嘅季後賽一肚火。緊要我哋唔係相信配種一定有大動作。湖人喺呢次嘅季後賽暴露咗幾大問題，陣容嘅深度不足，成個系列賽只有八村一個角色球員喺最尾幾場跳到出嚟啦，而且陣容過分畸形，球員一係偏攻，一係偏守，欠缺攻守平衡嘅球員，使到 JJ 係唔能夠去運行一個穩定防守同埋進攻嘅體系，兩者只能揀一個，同埋好明顯真係欠缺中鋒啦。JJ 喺成個系列賽都不斷使用五少呢個陣容啦，同埋最後教練嘅經驗真係不足啦。喺第四場 Game 4嘅生死戰，竟然選擇喺最後兩節一個人都唔換，所以我睇到佢調動係有一定嘅問題嘅。我覺得湖人應該係優先去簽中鋒啦，玩下得分點啦，或者 3D 陣型，或者一啲係防守點去 cover 翻 Luka 同埋 AR 嘅防守問題。市場嘅長手中鋒有 Miles Turner、Brook Lopez、Naz Reid， 佢 player option 應該係會跳出嘅。Bobby Portis 同埋 Capella， 但我認為即使 LeBron 降薪，簽到嘅只有 Portis、Capella 或者 Adams。有玩過 2K 嘅觀眾都知道，即使 LeBron 退休，湖人都係唔夠 cap space 去簽20至25 million 嘅球員，而呢個應該係 Turner 同埋 Reid 嘅要價。所以如果湖人想要優質中鋒，應該要 explore 交易市場或者先簽後換。The Mavericks kind of quietly sniffed around about the value of Daniel Gafford before this last deadline. It certainly would make sense for them to do that again this summer. 咁啱 ESPN 記者消息指 Mavericks 喺上一個交易大限就有偷偷咁估價 Daniel Gafford， 預計喺呢個暑假仲會繼續去尋求交易，但係唔知 Nico 會唔會喺呢個交易案之後仲會同湖人交易啦。另外 Pat Riley 最近都有講熱火實力之後會積極尋求改變，而 Bam 都可能係潛在嘅交易目標。更加最近有消息話，球隊嘅頭號三當家 Austin Reeves 拒絕咗湖人提出嘅4年8000幾萬嘅合同，令到好多湖人球迷希望用 Reeves 去換字母哥或者 Embiid。我個人嘅認為可能性唔係好大，況且 AR 今次季後賽表現唔係幾好，但係本身係拎緊1200萬，比陣中例如 DFS 或者八村更加低，而且仲可以有進步。配種都話 AR 係非賣品，所以預計湖人嘅交易包裹會係多層 Gate、八村同埋首輪簽，而潛在嘅交易嘅對象可能就係 Claxton、Kessler、Gafford， 甚至可能係之前交易失敗嘅 Mark Williams 等等。於湖人嘅自家自由球員方面，有 LeBron、DFS 同埋 Jackson Hayes， 預計佢哋都會續約。而 LeBron 嘅話，可能就會參考上年嘅做法，跳出 player option 俾湖人有喺自由市場有更加多嘅彈性空間同埋操作空間去簽人。如果簽唔到人嘅話，預計都會係頂薪續約。而 DFS 方面，佢可能會要求更高嘅價碼續約啦，可能大概1700萬度。而 Jackson Hayes 估計都會底薪翻嚟，或者湖人會揾其他嘅替補中鋒嘅人選。至於喺其他嘅自由球員位置方面，我覺得熱火嘅 Davion Mitchell 係一個唔錯嘅選擇。今年佢 playoff 就為外圍防守點打得幾好，甚至有3場得分上雙，同埋展示出佢嘅持球能力。其次可能係陀螺嘅 Bruce Brown、木狼嘅 NAW、勇士嘅 GP2、湖人舊將 Schroeder 等等，佢哋都可以增加湖人嘅3分投射、防守活力、拼勁。而 Bruce Brown 同 Schroeder 更加可以作為 bench 嘅持球點，俾 Luka、LeBron、AR 落場之後繼續維持球隊嘅運轉進攻啦。而作為球迷嘅我哋，只能夠睇配種下季有咩神奇操作啦。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